歡迎光臨鑽石山站，以下係使用引導徑前往售票增值機、入閘機、月台、觀塘線已付車費區域及無障礙洗手間嘅路線指引。如要前往售票增值機，請於閣下現時身處位置後轉，沿引導徑前行至第一個分叉口右轉，然後一直前行至樓梯。落樓梯後，沿引導徑前行至第一個分叉口左轉，然後前行至第二個分叉口左轉，繼續前行，便可到達售票增值機。如要前往入閘機，請於閣下現時身處位置後轉，沿引導徑前行至第一個分叉口右轉，然後一直前行至樓梯。落樓梯後，沿引導徑前行至第一個分叉口右轉，然後前行，便可到達入閘機。如選擇使用樓梯前往烏溪沙或屯門方向之月台，請於入閘後，沿引導徑前行至第一個分叉口左轉，然後前行至第二個分叉口左轉，再前行至盡頭，便可到達通往屯馬線月台之樓梯。到達月台後，左邊為往屯門方向之月台，右邊為往烏溪沙方向之月台。如選擇使用升降機前往烏溪沙或屯門方向之月台，請於入閘後，沿引導徑一直前行至第六個分叉口左轉，然後前行至第七個分叉口右轉，再前行至盡頭，便可到達通往屯馬線月台之升降機。到達月台後，左邊為往烏溪沙方向之月台，右邊為往屯門方向之月台。如要乘搭觀塘線，請於入閘後，沿引導徑一直前行至第四個分叉口右轉，然後前行，便可通往觀塘線已付車費區域。如要前往無障礙洗手間，請於入閘後，沿引導徑前行至第二個分叉口右轉，然後前行，便可到達無障礙洗手間。